你像迄点神经哦！安怎哦？像迄安样啊？你很泥沙，怎么个按手型呢？我按到西边，我阿爸阿妈本要送人个翅膀衣，染到去个翅膀顶咧。你系乜嘅事情啊？女婴嘅军队上来了，伊就会变木法个翅膀衣，佢后尾上衣，被睇个留去顺汤凉啊，汤唔出来嘅，就会用翅膀染到去我下个壁顶。我阿爸阿妈像迄唔冲气，唔免太凉啊，就把佢染到翅膀喎，佢太厉害咧，大家都对佢冇法度。你真是太过分咧！是嘅，我听上衣老娘拉我叫下来，来休，你同我掉去點樣拉我？唔過。救命啊！有停下嘅，翠玲喂！哎呦！好好，你呀，不要用白人掌好。我係想夾夾手獻奉起來，留念念介翅膀前用，啊你兩沙原怪昨天落去就來下來。哎呦！救命啊！哎呦！赛姑，是命死你的！嘿嘿，送乜雞呢？我做得參加冇？夾掉老娘就你變下來。做得啦。唔過你成日穿涼啊，蛇拍架蛇拍係乜雞呢？嘿嘿。穿乜架涼啊？當冇意思誒。嘿嘿。我哋咧係插背啊，唔錯。係包啊，唔錯。係麵粉啊，嘿嘿嘿嘿嘿，唔錯。係叉到係時尚茶，係北極粽。唔錯，唔錯，唔錯。到底係乜雞啊？嘿嘿嘿嘿，係蛇拍兔。嘿嘿嘿嘿嘿，冇聽到，就係翻我。好。
做到你嘞！讲得了。有冇安用？龙龙，get down！ 怎样过得了哦？又对过来嘛？冇对过来，不过前面都唔敢测试诶。前面受到翅膀人嘅威胁，冇人敢反抗。佢讲靠阿你俩其实前咱捉到翅膀人。分粮四件多。是怎样？你该很浓浓。嘿。两界道线，天窗有一界係真實嘅。唔錯咧，嚟快！我朋友本翅膀人做咗咧，做得老我就聽什麼？我朋友本翅膀人做咗咧，做得老我聽什麼？我朋友本翅膀人做咗咧，做得老我聽什麼？香港嘅烏通強馬飛，按下測試就俾你得到烏通強馬夫地擺炮。你想樣辦？我你老幾條標題？很有本事任人家改掉前面。還有我呀愛。你都唔是想，我還蠻想呢。我走，超強嘅球！一刀，大家行到呢下，強下要捉翅膀人。阿德，你就唔記得我係厲害吼？大家強下來做翅膀人。是你啦，我條背行他挺不應該呢，是你啦。你做得了下來。八公唔該晒。哦，係呢條啊！
兔阿妈，你还是自家落去就讲啦。阿妈，阿妈，莫吵！神天阿妈讲啦，你哋三界要注意安全，要互相照顾哦。还有细姑，听错冇听切说，头先我样样都不下嘅点心练答，都不你输脱咧，要注意身体，莫看到哦。阿妈来了。八公。什么八公？嘿。